这猫真可爱，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花花。顺子也喜欢猫呀。顺子，有件事情哥哥想问你，在这一路上，祖母可交代你什么吗？没有。那祖母可给过你什么东西吗？东西也没有。啊，对了，祖母说让我别给姐姐添麻烦，要记得爹娘的话。爹娘的话？什么话？爹娘说他们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我开开心心的，长大了做个好人。伯爷，确定不再细问了？难道你已经知道血书在哪儿了？看来顺子并不知道。不过，我定会彻查此案，容不得贪官鱼肉百姓。伯爷，尽管彻查此案，小顺子在我身边呀，没人敢动他。顺子能够遇到画画，真是幸运。毕竟啊，这般乖巧可爱又懂事的弟弟，我可这辈子也没见过。画画对恒帝太过苛刻了些，恒帝虽有些贪玩，却是个喜人的性子。何止贪玩啊，天天的贪吃好赌不靠谱，天天睡到大中午，读书不行，练武更废。恒帝纵使有百般不是，画画也容不得别人说他一句差，不是吗？那当然，现在我们的处境越复杂，我便越是知道，祖母那些年默默为我们担下了多少事情。现在祖母不在了，班恒也还不懂事，所以我总在想，怎么才能像祖母一样，能好好守护班家。画画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难道你没有发现吗？很多时候，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还是不够好。够了。不够。我既不懂文采，又不懂朝堂。这些由我懂就好了，多一个人岂不是浪费吗？可是我也不会做菜啊，脾气又不好。我也不允许画画说自己一句不好。自从那日，我与画画共立誓言，我便决定，余生不管经历任何艰难险阻，我都要同画画一起守护班家。守护你。绿豆糕嘞，好吃不腻的绿豆糕。哎，绿豆糕嘞，老板，来一块。哦，来，您拿好。绿豆糕嘞，画画，你最爱吃的绿豆糕。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我与娘子天仙配，旁人看又如何？